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艳牧师。10月11日，看哪，我的耶稣，一步一脚印。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我们要读的 RPG 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第1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刘晓婷牧师，有人称他是老三公公啦哈。我喜欢他的是因为他讲的话让人家听得懂哈，尤其是那个很难的哈他说这样子一句话哈，我们来听听看哈是不是可以引发我们的共鸣？他说圣灵住在人心中极为宝贵，但也有一个风险，那就是自以为是。今天我们的经文一开始其实就说到这个圣灵，耶稣受了圣灵的引导然后还被圣灵充满引导到哪里？旷野耶。亲爱的大家，如果我们在当时候不要说当时候了，现在如果你去到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地区，中东的地区，你绝对不会想到旷野去，因为那里布满了危险，还有那里绝对不是一个丰富之地，而是有许多的试探。怎么样的试探呢？哇，这个经文继续说40天受魔鬼的试探。我不知道我们如果是刚刚信主或许我们信主很久了，像音乐牧师信主了很久了甚至我自己都是牧师，我们有没有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跟疑问呢？耶稣他不是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他不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吗？那他何以会受试探？他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呢？还有耶稣他很神的，他受了魔鬼的试探，那他当然会赢过那有什么稀奇的？那我就不一样，我是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路加福音在这4福音当中，其实就从一个面向要让我们认识这一位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因为这是一本路加，这个是在世世代代不会被这个疑问的。路加本人他是一位医生，他不是以色列的人民族，不是，他是所谓那时候叫做外邦人。而他写的路加福音其实也是要给外邦人，提阿非罗大人他也是外邦人所以可以说是路加福音书中没有一处是外邦人所不能明白和领悟的。所以也就是说，刚才你听过啦，老三讲故事会当给很多人听有讲是在信什么？咱信上帝是在信有还是信无路加福音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来读这个路加福音，可以说是外邦人的福音书。其实外邦人是指你跟我不是别人而且这一本福音书就讲到耶稣他的人性。耶稣他跟你我一样，从小婴儿出生，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跟你我一样有这样子的人性的软弱，只是他受圣灵的充满引导，他一样会被魔鬼试探。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千万不要自满我有圣灵与我同在，我不怕。没有，耶稣都会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天天有神的话，天天有
恳求神的灵帮助我们。耶稣今天这4章说到，他在约旦河边完成洗礼之后，也向天父献上那个真挚的祷告，天父赐给他圣灵来充满他。然后之后呢，耶稣不是从此过得快乐幸福的日子，不是，而是圣灵引导到一个荒凉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呢，是重重的关卡，进入到旷野受试探，面对荒凉的野地和阴险的撒旦，但是耶稣没有畏惧，因为他拿出了他最强大的武器，是胜过撒旦所有的试探。这些武器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使我们有勇气，有力气，甚至他为我们加油。所以神的话确实是一个强大的武器，我们是要让他来胜过我们生命中各种难题。相信圣灵要引导我们去面对，因为我们面对这些挑战耶稣他也面对，他也胜过，所以我们要跟耶稣一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胜过。以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邓开福老师，他每一次上课前讲到只有5分钟，每次我都很受感动。他最大的提醒，每一次的提醒就是说，亲爱的同学，千万不要出去打仗忘记带武器意思就是千万不要把圣经排在卡边，不要把上帝话背在你的背后，或者是忘记带了。上帝的话是我们强大的武器，出去征战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如果要出门，我们要出去在这世上征战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被圣灵充满，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是因为神的话，我们愿意被神来带领，我们活出神话语里面那个力量，我们也愿意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引导我们。圣灵与我们同住，我们可要小心，真的不要自以为是，一不小心我们真的就落入那撒旦魔鬼的试探了。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默想耶稣受试探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给我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一步一脚印，让我们知道你跟我们一样是人，而圣灵充满引导你经过那旷野跟试探。主，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你有赐给我们刚强和智慧，特别是我们依靠你的话语要战胜一切的挑战。你的灵也来带领提醒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落入那个最大的试探，就是我们自以为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主，愿你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使我们成为你手中那个可以使人得福的器皿。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今天我们带着最强烈最强的武器，耶稣基督与我们出门还有我们要常保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明天见。